他反正他在线上，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尽量问他哦。好，他老师，在线上那你们就开始了。我再带一点书写。好。第一个习会所是吗？对对对。习会所的名称，好像每个地区都不太一样。你们的什么 ？Speed 的也常听到 Speed， 最常讲的嘛Speed， 还有苏格兰叫苏拉拉蛋，苏拉拉蛋苏拉，老师是 R 是不是？对，OK， 苏拉拉蛋。老师，苏拉拉蛋有没有特别的意思啊？苏拉拉蛋什么意思啊？它有没有，比如说是调解啊？调解是不是？老师等一下，所以你这个妈神苏拉的它是调解的意思苏拉拉蛋最后是 AN 哦，地方。老师，你讲的字根是这个字吗？苏拉拉有这个是这个是调解吗？退让是这个字吗？不是，不是苏拉，所以你那个字根，我看一下，有这个有那个苏拉拉蛋，所以老师你这个有没有特别有字根有意思啊？比如说苏拉拉，或者是拉拉，或者是苏拉拉特，有吗？苏拉拉应该 AN 是后来再补的嘛，是地方。所以老师，你的苏拉拉是调节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是啦，我是想看到的马萨苏拉都把路做成，就是应该是互相调解吧。所以老师，我请问你，就是说，以前你们的集会所，它的功能不是只有那种年龄阶层去那边，就是说集会的地方，重要事情的那个讨论呐，都在那里开会啊。所以你那个有那个米苏拉拉带那个，我们下面的带是什么？就是参加开会的人。老师你看一下这个字，米苏拉拉带你看你看这个字是保卫者、保管者，是不是这个字延伸出来的？那守望吧，那个守望者。所以老师，你们以前部落，你的印象中，你们的那个索拉拉蛋是为了防御，或者是那个在外面当成像那个就是瞭望台的那种，就是你要看守这个，有那个功能嘛？因为我到我的年代的时候，只剩下形式有一栋房子在那里。那我懂了，那应该没错啦，应该是这个字的延伸了，对不对？老师应该是索拉拉后面加 an 这样索拉拉蛋这样子嘛。还有很多处理那个家庭的问题也是这样，也在那边到那边去审问。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2个家户，他们有一些纷争的话，都要在这个苏拉拉蛋做仲裁，有人会去主持公道，是不是？他们去帮处理啊，很多部落重大事情都会在那边去解决。老师，我倒觉得你们这个苏拉拉蛋这个字比较适合当集会所的词汇耶。对呀，我们都叫它集会所啊，叫苏拉拉蛋。对啊，因为它本身又有那个集会所，又有防御，它又有调节事务的功能，它是多功能的嘛。这个字反而比 Sophie 好的老师，那你们的 Sophie 是什么意思？我们的是厨房，是厨房是厨房。差那么多。OK， 那老师理解了，这样我就是可以从那个字根苏拉拉可以知道
也它本身是对体会。有些地方叫阿达旺。阿烧旺。好，老师你讲的第3个字哈，等我一下啊。嗯，阿烧旺，旺对，老师有没有喉塞音第1个字？应该有吧？阿达旺要加一点，好，就好像阿烧吼，阿烧喉阿塞音达阿达旺， ，ANG 啊，老师是不是这个 ANG 对不对？对，阿达旺哎，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知道这个阿烧旺是哪一个是靠近哪边的人会讲这种？哪些地区的人叫阿达旺？那么你们叫什么？几位说你们还跟他们？是别的哦。阿达旺，你们也叫阿达旺？哪一个地区？马来也叫阿达旺。哦，马兰是不是？哦，那可能阿烧旺只是比较偏南边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的阿达旺不是几位所呢？你们阿烧旺是什么？阿达旺是门呢。哦，是门哦，是啊，他那个阿烧旺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大门呢。对呀，我们都有我们家里都有围里嘛，围里就有一个门，那个门我们叫阿。我懂了啦，那个他这个是延伸，是部落的大门呐、部落的大门可能就是集会所，有可能啊。OK，我了解了，所以这个阿达旺就是老师你提到的，就是那个就是家户外面那个什么竹篱笆的那个门大门嘛。好，我真的阿达旺。OK，那就有3个，那还有没有？除了这3个还有没有？那个大巴龙啊，跟他们几位说，单独，说的单独。OK，还有哪个地方不一样的？Speak 跟阿达旺加上那个说的蛋3种咯。对，好像字典好像就这3种哦。哎，有人的那个集会所是打卢案呢，有这种说法吗？什么？有人用打卢案呢？有人就打卢案哦？对，难道你看那个字典，字典里面有对，打卢案也是集会所？可能有啊。有没有人有那个听过？松林大哥，所以你指的是我们海岸的以前老人家早期有说用打卢案当集会所，是不是？哦，因为长得很像就对了。很吵，关得很热。那个吴老师，我想问一下哈，你印象中你看过最老的打卢案的长相是长什么样子？是就跟一般的房子一样吗？还是有特别的结构？一样，好像我们那个中间都有火，记得吗？中间都有烧火，都还有，然后就很大。很大啊，中间会有火，啊，就是跟那个巴洛一样，是不是3个石头，然后又一个灶这样起，在那边开火，是不是？哦，就是跟着老人比较大嘛，哦，但是它有墙面吗？扣动的啊？老师，它有没有墙面？有，没有墙面哦。有的有，有的没有。哦 ，OK，可是我所知道的，我们那里没有。没有哦。我们那边也没有，没有遮风。哦，没有墙面哦。哦 ，OK。那没有墙面，不是很像那个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矮呀矮的那个凉棚的样子？
它的我们那边的柱子都蛮粗的呢，因为很宽，哦，所以它柱子很粗。OK，那这样我理解，所以我们的阿美族各地的不同的部落哦，它的打卢湾的架构跟它的那个建造的方式不一定一样嘛，对不对？用竹子编在上面，然后还是有火在中间，可是有在地上。OK， 好，老师没关系，大致上我们有一个概念就好了。老师，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瞭望台，老师你的瞭望台怎么讲？嘎扎湾，不然你的名字叫嘎扎。老师，你是比嘎扎万还是嘎嘎扎万？我们的比嘎扎湾啊，姑娘。哦，比哈。嘎嘎扎湾是有吗？嘎嘎扎湾有。嘎嘎扎万长滨啊，嘎嘎扎万。老师，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为什么叫比嘎扎万？那个嘎造本身有什么意思？嘎造就是那个由上往下看呐，嘎造看得远呐。哦，嘎造本身就是由上往下看的意思，是吗？哦，老师，你看蔡中涵的解释，它本身就是有守卫、站岗的意思，是不是？对呀，巡逻，就警卫的警卫室了，警卫室。有所以比嘎扎万也可以是警卫室，是不是？对呀，他警卫啊，要有人在那边呢，守卫啊，守望。所以老师，嘎造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由上往下看的意思，是不是？对啊，嘎造就是才比看得远呐。所以他把它延伸成那个啦，巡视、守卫，都好像要搭架子上去啊。部落叫嘎嘎扎湾是哪里？长滨，嘎嘎扎湾。长滨乡。长滨乡。就是因为那个金滨啊，都那样看。由上往下看得远。瞭望。有人也叫瞭望台嘛。有呢，哎，有真的有呢。老师，你看哦，刚刚那个小白老师的声音嘛，对不对？嘎嘎扎万它本身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它就是瞭望台，一样的。一样啊，守望台、瞭望台。对，嘎嘎扎湾。所以比嘎扎万跟嘎嘎扎万都可以，对不对？应该可以吧，不然地方都是习惯用那个嘎扎湾。OK。B 都是做什么用的地方啊？比嘎扎湾。对。做什么用处的地方？哦，所以嘎造本身是由上往下看嘛，所以它有瞭望的感觉呢。做什么用的地方？站在往下看，去监督下面有没有供回来。哦，对了，有点监督的感觉。哎呦，长官到了！没有，长官没有。哎，我有，你会打电话去接你，结果你自己找得到位置。好，那个吴老师，那你就去帮忙那个招呼一下那个美方哦，我们来处理哈，就麻烦您了。表现给我，等一下再点。好，那我们现在除了那个瞭望台之后，下一个还有没有？还有，我说这个名称只有这2个以外，还有别的称呼？对，还有没有？大巴龙也叫比嘎扎湾吗？不知道。阿里克呢？嘎嘎扎湾吗？你们那边是嘎嘎扎湾？那就这2种，比嘎扎湾、嘎嘎扎湾。好，吴老师，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说我们早期的那个比嘎扎湾，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防御呀，就是随时观察敌人的行动啊，早做准备啊，就像现在我们的那个什么观测站一样，很远就看得到敌人有什么动静，就是都是以防卫为主啊。OK。好，大概就这2个嘛，对不对？他跟翠牛讲另外一个意思哦，
有些时候部落有事情的时候，在上面有大声呼喊的地方。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就是有警告的意味，如果有外面的人攻打进来，他就在上面去大喊的意思，是不是？呼喊，对，通知自己部落的人呢、应该呼喊的地方。因为以前没有那个喇叭广播电台，就在上面呼喊，古奥，米昂昂啊，对，米古奥是一样的意思啊，昂昂啊，米古奥是一样，都是呼喊，叫米达古斯，米达古斯，对啊，用喊的叫哈，就从高处一直喊到最远的地方嘛。高处我们是请叫人去打，什么？那是叫什么？以前没有瞭望台，对，就爬到最高的地方，把那边喊，往整个部落喊。以前是爬那个树啊，有爬那个树，甚至有那个后来那个椰子树为什么有铁哦？它不是嘛？就是希望能够爬到最上面啊。到后来是因为50几年之后才有那个所谓的瞭望台啊哈。对，小白老师，你的印象中说那个我们讲的所谓的比嘎早万，并不是古老有，是近代才有的是吗？对，因为那个瞭望台是后来才有，之前的话，只要他就在那个场域里边爬到最高的地方，可能是一棵树，也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还是什么地方这样，他所谓到就是去瞭望嘛，就看整个部落的地方嘛，这样啊。哦，所以这个传统的话，后来才有故意做的，为了观光的。真的哦，讲那么白。现在了，为了特别有一些美化。对 ，OK， 我记得那个镜子那样很漂亮哦。那我哪边有瞭望台了？没有了。哦，了解哦，我懂了。OK， 最高的水。大概我们理解这个词汇。那还有一个南势阿美的瞭望台，刚刚那个谁查到的，他们叫882万。好，等我一下哦，8两个8，对，88，然后呢有没有鼻音呢？没有882万一啦，英文字的一，对，882万。那个有没有喉塞音？没有。882万。南势阿美。我看这个字典应该查不到。这个原住民娱乐园那边的字典有。哦，那应该9阶南势的才有了哈。阿美9阶教材。OK。第9的第4课第1句。还会查。老师，我知道了啦，这个字。对。是不是？哎，这个是扎，这个是扎，不一样啊。我们是882万，882万。没有关系，应该是蔡宗涵的字典应该没有收录这个字哦。882万嘛，对不对？对。南势的。湾。OK。可以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个瞭望台的部分，大概就是有不同的地方的称呼哈。那我们那个结合那个小白老师的说法哦，它有可能是近代的产物啦，不见得我们传统一定都有这样子。对。对。农村哦。OK。比格祖兰。第9阶哦，第9阶第4课第1句一样哦，一样是第9阶第4课第1，一样都是这一课。这是一样的出来。第9阶第4
第一句。做饭，哎，一个做饭，比格佐丹。你们看那个，做饭，你们看蔡中涵的字典，蔡中涵的字典那个格座是不是这个字？由上往下看。佐兰不是，比格佐兰。对对对，你们看那个字根是不是就是这个格座？对不对？它是没错哈，所以它 KECOL 啊，不是，应该是 L， 应该是 R 啦。你们看那个字典，比格佐兰嘛，对不对？不是，它的 R 是 L。啊 ，L。这是恒春阿美第9阶第4课第一句。哦，没关系，没关系，因为可能是差一点点的，应该是 R。这边有没有？你看那个蔡中涵的字典，比格佐兰，就是那个瞭望台的意思。对啊。这个是哪里的话？恒春阿美。真的哈。好。好，有4种了 ，OK。这怎么去了？还有吗？我们那个部落叫比达古山。对，是传达信息的地方嘛。我们的打鼓是到人要去那边去。哦，这个传唤的地方哦，比达古山哦。讲那个位置是要当时达古山喊你们该这么喊的人。专门喊的人呢？对啊。哦，达古山是部落的领袖，是不是？负责呼喊的那个人。所以每次小白老师，所以你们你的那个瞭望台还有一个叫比达古山，对不对？对啊，对啊。哦 ，OK。比达古山。对，所以每次丰年祭的时候，那个最老的要吃上面的嘛，那个达古山就是要吃这边那个喉咙咽喉这个地方才会是。就是他的地位蛮大的，因为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发言人。发言人的。对啊，他每次丰年祭，你一定要分他那个下颚了。下颚。OK， 所以米达故事就是传递消息，就是那个传令的那个人嘛。OK。还有吗？哇，原来那么多。好了哈，还有吗？没有了哈。好 ，OK， 那我们再继续那个祭祀的地点有吗？有没有这种地方？什么？祭拜祭祀。祭祀的地方。那个吴老师，我们之前不是有去那个是马泰安还是泰巴朗？它里面不是有一个祖灵祭祀屋？对呀。那是每个部落都有吗？还是只有他们有？房子那个。巴基达安的屋啊，主屋啊，有一个塔，那个呢？那个有瞭望台，那个地方叫什么？扎盖。扎干嘛？那个地方啦，祭拜的地方。扎盖喊。扎。扎什么？扎。S 啊。S 在前面 ，S 在前面。哦 ，S
再念一遍，再念一遍。一个人念就好，一个人念就好，我听不到。SAK。哎，你们一个人念完整就可以了，不用分开念，一起念。有啊，这个谁要念一下？念一下。三盖。哦，撒狗。撒干。哎。SAKSAKAY， 这边有2个 K 哦。萨克哦。哎，跟哈克。撒干。AY。这什么字？撒干。那我们那边就叫撒盖啊。撒干。铺东西，铺成。那个是不是那个秋梅老师？你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词汇跟我们那个祭祀的屋的概念的连结是什么？难道那个祭拜的时候，先把先铺好东西，然后把祭品放在上面？对啊，我说那个撒是铺东西，铺好东西，铺好垫东西在上面叫撒，然后再放祭品在上面，也就是放祭品的地方咯。哦，有可能哦。撒是铺东西在上面，铺一层东西，再把祭品放上，叫撒。哦，所以那个地点我们就讲比撒干，是不是这样讲？没有呢，没有啊，就讲撒盖啊。撒盖哦。撒盖。好，没关系，我们先打。撒盖。哦，它是用 AY， 不是通常 AN 才是表地点吗？所以那个吴老师，你觉得您刚的那个解释应该是逻辑有通，对不对？因为我们通常撒是铺东西在上面，对，上，我们就想到说，既然铺好东西，就把祭品摆在上面，有没有这个意思？撒应该是有，因为撒是铺东西在地板上，是不是把祭品要放以前，先把地板先铺好一层？通常都是那个香蕉叶啊，或是那个什么东西摆在上面。香蕉叶铺在地上，再放祭品。应该是哦，这样的逻辑就对了，对。所以那个我们逻辑如果用这个构词的方式，是不是比撒干它的逻辑对吗？对，比较接近，比撒干就是祭拜的地方这样。比较像哦。你看打上去会不会出现这个字？没有，我刚打过没有？没有撒干。对啊，没关系，我们先打哦，到时候再求证，因为这个字的构词的意思比较正确，感觉。好，老师还有没有别的词汇？除了这个撒，我刚刚有查到一个字，老师你看你们有没有这种讲法？达利西难。有理性有啊，比萨利西难祭拜的地方哦。达利西难，它这个变成是丰年祭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一个词汇，是不是？专门。比萨利西难，对，比萨利西难，理性。我们丰年祭是以理性，也是丰年祭的场地，也是。它这个它应该它的原来是米沙理性是什么意思？老师？
弥沙利信是祭拜啊。对啊，那应该没有错。那对啊，祭品在那边拜这个弥沙利信呢？对对对，弥沙利信是祭祀神明或祖先嘛，对不对？就是对啊，祭祀神明的地方叫弥沙利信安呢。哦，那应该是好。老师，我问你们，你们太巴郎有这种地方吗？专门有点像那个祭祀屋的感觉，有吗？有那个达罗安拜的地方吗？对，有没有？叫什么？就是有没有这种地方？就像那个我们那个去参观那个祖灵屋啊，有那种地方吗？那就是改比达的，祖灵屋的话就是改比达的家了啊。所以以前的祖灵屋就是嘎吉丹的家哦。不是，是吗？祖灵屋是住在那边做祭拜吗？嗯，祖灵屋归祖灵屋，祭拜的地方又另一个地方哦。祭拜是那个什么在那边呢？祭拜的地方就刚刚我们就撒盖的地方，就是祭拜的地点。哦，那白话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比萨利西南。嗯，祭灵。比萨利西南就是祭拜的地方。好，老师，你看这个蔡宗涵，他有一个字哈，他用那个打理性啊，打理性难。对了，专门祭拜的地方。老师，你们有听过这个词汇吗？达利西南有啊，有，他们说有了，他们用搭，我们是用比。小白老师，那你可不可以？你有听过？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那个打理行难的，它的是一个空间吗？是独立的一间房子吗？就说它前面一个石头啊，就说那个祖先的什么在那边呢，就面对着他那个石头啊，就在那个位置，要不然我们丰年祭的话会搭那个三脚架嘛，然后把那些祭品都放在那个三脚架的上面，然后就在那边就变成那个场域就是那个达里西难啊。哦，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嘛，它是一个地点嘛，对不对？对啊，对啊。OK。好，那我们感觉上阿美族好像没有一个很纯粹的一个房子，一个建筑物是里面是祭祀的，没有没有哈，没有。OK， 那这样理解了。那个秋梅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们的那个撒盖，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吗？是一间房子吗？哦，它是广场哦。它也是广场，所以它不是建筑物，对不对？我们的那个应该是说，我们最早是住在那里，就有点像我们的就几千年以前我们的发祥地。发掘地方啊，所以那部分还有那些那个石头啊，我懂了。哦，的地方来年里引领系领这样子啊。民俗化的地方啊，那个李立新之前那个什么教育训练某个班也是在那个地方啊，你的哦，对，不是在那个部落，一定是要回去原来那个地方，因为我们是从那个地方发掘的。我懂了。太多了才会迁移到打发路啊。所以对。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建筑物，它就只是一个地点而已嘛。因为我们就是从那个地方，最早的是发掘的地方啊，发祥的地方嘛，然后人会越来越多，才会移到打发路那个地方啊。OK， 那大概理解了。好，我们最后一个还有1分钟。头目的家，我们阿美族有没有特定的头目的家有特别的结构或它的形式有吗？还是它跟一般人的房子是长一样的？
不一样的，我就看到他们都比较有钱的感觉，那个建筑好像都有雕刻，是什么？所以，但是他们那个头目的家没有特别的命名嘛，对不对？没有叫嘎吉达安嘛，都是叫嘎吉达安。所以嘎吉答案是指那个人还是指那个空间？指那个人，就是人嘛，所以他木的住的，家我们也只能说他是鲁骂嘛，他也没有比较特别嘛，对不对？没有讲说那个是什么，没有讲说那个建筑物叫什么，我们都称那个家叫这个嘎吉达安。对，所以那乌鲁骂努嘎吉答案嘛，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这样解释啊。 ？OK，那这个没有意思，好，我们把这个删掉。没什么意思。 OK，好，我们再一个哈，那有没有那个？哎，我们直接跳到我比较好奇的，有没有巫师的家？巫师的，没有，你巫师有没有特别？巫师就跟住在一般家庭呢，在自己的家属之间呢，像我的阿嬷，早期的阿嬷的阿嬷，阿嬷的妈妈。哦，所以巫师的家也是，就是他没有独立，他没有特别是巫师的一个空间，没有嘛？对呀、哦，所以他也是那个乌鲁曼努吉嘎瓦塞就这样子，是不是？也没有这样说呢，没有特别讲，是跟我塞而已。哦，就这样子哦。OK，那我那对我们那个巫师也是跟一般人是住在自己的家，他没有独立的一个可以施法术的空间，没有哦。没有。OK，那如果我们不是说我们那个巫师是以前我们的阿美族的医生嘛？那去看病就直接去他家看病，是这个意思吗？也有的是请他到他家里。哦，是请巫师到他们家去看这样。哦，我懂。妈妈说那时候都带，每次我那个妈妈的妈妈带回来很多那个多伦，拜的时候，对那个家属就准备那些祭品啊，然后祭完了以后，就巫师就把那个东西带回家。哦，我了解了，我了解。哦，原来巫师是行动医生哦，他是离开他家去看病了，病家去做，到人家家哦。哦，我懂了。好，那应该也没有特别有巫师的一个施法术的空间了，没有哦。好，那我们7:42哦，那我们谢谢我们第一组建筑组提供的资料。好，那我们休息5分钟到7:48。那个美方有在现场吗？吴老师要不要带他去3一教室或者是其他地方？好了，结束了。他走了，嗯，那么快？他只是拍个照，然后我们的问卷再补给他就好。好，那我们到48再回来哈，大家休息5分钟，好。
我们一般合计的时候，那个米古姆利斯的时候，他们会把其中一个河道堵住，然后他会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金属的东西，那边敲击，把鱼赶到下游去。对，现在是金属了，一点的话还有这个神奇，然后这个贵族。哦，用贵族来敲击哦，我知道这个就是好像给它串起来这样子。对。老师，你稍微描述一下，让我们大部分的人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从小没有看过。哦，这个要2个人。他大概怎么做？这个动作大概是要怎么操作？就是说，把那个也当好了啦，就是铁罐还是铝罐？铁罐啊，把它串起来啊，串起来，然后在水底下用两边有人啊，就互相拉扯啊，就有那个声音啊，嘎嘎嘎嘎的，那个鱼那个水里面的震动会比较大嘛。老师停下，老师等一下哦，你是在水面上还是在水面下去？水面下，水面下，水面下哦。对，要跟石头碰撞才会有声音啊。OK， 好，哦，那这我懂这个。哇，哎，小白老师有没有在现场？有，小白老师好像之前有提供一张照片，好像是不是就是 Miyagi 的照片？你要，你说我在这里，你有没有听？我这个开始来演唱。有。小白老师有在吗？他如果在忙就没关系了，我们大概理解这个意思。所以松林大哥，这个通常米加基的话，是我们那个米古姆历史的时候，就是在合祭的时候，是部落的集体行动才会做这个动作，对不对？其实没有呢，就是可能就鲁米曼给他还是就像又比较像现代的啊。我家如果说是工作休息的话，会说把哪里给他打抓给他，还是去哪里？鲁米曼给一大神，就是这样子。没有说主要什么仪式没有嘞。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是集体捕捞的动作，个人是没有办法，是不是？还是2个人以上啊？哦，至少2个人以上才有办法，是不是？对 ，OK。不然那个怎么拉？两边要拉扯。对啊，我刚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啊。对 ，OK。好，刚刚那个我其实前面也漏打了。那刚刚那个米粒老师，你是不是说深水区还有一个动作是用吊的，对不对？米迪格是不是？巴迪格。八哦。那个米粒老师有在吗？哎，米粒老师。有，我在。有，你刚刚有提到说深水区可以用钓鱼嘛？你的词汇是 digger 吗？是这个字吗？对 digger。好，那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哦。我们以前早期真的有钓鱼这个动作，我们以前有鱼钩，用木头是木材做的还是金属做的？以前自己弄鱼钩呢，可是它不会有倒钩，只是弄一个尖尖的，这样可以弯曲这样子。我看到以前我们的大哥哥是这样钓的，可是那个鱼钩是没有现在的这样有倒钩那样子。它没有倒钩怎么拉？它的原理是什么？它完全就现在你知道那个钓鱼的那个针鱼钩是有还有倒刺，这样子可以钓到鱼的时候才比较不容易溜走。那以前没有倒钩，所以也不容易啦。能钓到就钓到。以前没对，没有那个来的。那个
那个松林大哥，你讲那个沙 it 中文是怎么翻？有点像獠牙。沙 it， 你是说獠牙是指说有一点弯弯的意思，是不是？对，没关系，我查不到。好，所以我们以前的巴迪有真的有钓鱼，但是我们不是鱼钩啦，它反而是那个尖尖的，那这样子真的很难钓呢。对，很难钓。OK， 好，那深水区有了，浅水区我们那个利用水深的概念有啦。好，那我们第二个，我们利用水流的部分。在水流的地方其实很多鱼，所以很多人去撒网的时候，都会在水流比较急促的地方去撒网。好，等一下哦，那个米莉老师说，你说水流比较急的地方是不是？对。哦，是，我以为是在水流比较缓的地方撒网都有水流急的地方，鱼很喜欢去那里，因为它很喜欢去逆流，所以因为我有去参加，我去看他们去撒网，都喜欢在水流比较稍微急的地方。他说这边很多鱼。OK， 老师，所以你的撒网是用八卦网吗？对。OK， 所以你的动作是米达夫 good， 对不对？对。那水流比较不急的地方，就会用三角网去弄。哦，水流比较缓的地方就用三角网。OK， 水流比较急的。哦，比较急跟那个比较不急的地方也是都可以用三角网，不是三角网，用那个撒网的八卦网。我懂，所以水流缓的地方就是用三角网了，米扎 Q Y 嘛，对不对？对。那 Q Y 水流比较急的用米达福棍这样子。对。OK， 因为人不可能去涉及到很急的水流的地方，所以用打浮棍可以用比较远丢的方法抛掷八卦网。其实也要顾及到安全。OK， 好，那这个地方那个松林大哥，你要补充吗？我打麦都。哦，所以就是水流急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用八卦网去抓鱼嘛，对不对？水流比较缓的就用那个三角网去抓鱼。OK， 哇，我以前我都把它搞混了。好，再来水质呢？我们那个水质可能就分成清的、干净的水质跟浊的水质，有没有这两种水质会影响我们抓的东西吗？应该不会，因为我们若是你用徒手去抓鱼，或是去抓虾，或是抓螃蟹，我们当然一定要用清澈的水。那我们不可以从上游一直去往下去捡，或是去抓螃蟹，一定要由下游去往上游。由下往上。由下往上，对。我理解，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这个的概念并不是说你会污染这个水质，是说它水质本身干净跟不干净会不会影响你抓鱼的那个条件？当然，大家会在干净的水去抓鱼。会哦，会。所以不干净的水里面，就是混浊的水里面不会比较少生物，是不是？还是会大吧，都大。你也看不到。对。OK， 所以水质干净是我们抓鱼的条件嘛，对不对？对。顶下捞底下嘞。对。OK， 那就直接水质干净，所以不干净会没有那个什么，那个我们的那个也看不到，也不知道。了解。好，那下一个遮蔽物的部分，就是遮蔽物可能是我们在河岸的部分有树荫的下面
鱼会比较多吗？还是没有树荫的下面鱼会比较多？应该我们叫遮蔽物，应该都是草，没有叫树吧？草是不是？我山。对，要有草那个水边。哦，就是他们可以躲避的地方，是不是？对。OK，那边就很多可以抓的一些东西。小鱼会躲在那边，大鱼跟着会去那边吃。哦，小鱼躲在遮蔽物，大鱼会吃啊？那你们怎么抓这些鱼？一样用那个三角网。三角网，不然就打不过了。哦，都可以就对了。嗯，好，了解了。因为我们的工具也不多嘛。对啊。好，那我想问一下，那个之前那个我们有提到那个马泰安的那个巴拉告的那个概念啊，它是不是就是用就是所谓的遮蔽物的概念来解释那个鱼类的生态现象？应该是，因为它让鱼虾可以躲在那个遮蔽物的地方，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如果遮蔽物的后面，我们用一个那个巴拉告，应该也是合理，对不对？对。那是特地人工去设计的一个抓鱼的一个场所。它是不是就是模拟那个天然的那个就是遮蔽物？它在自己的河川的附近去模拟那个遮蔽物，让鱼以为那边可以做它们的栖息的地方，是不是？但最下层的话是用最大的竹子，那个比较大的鱼就会藏在里面，尤其是鳗鱼啊，就会躲在里面。因为它太好了，太好了。那个米粒老师，你对那个巴拉告的那个结构，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因为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对啊，它大概结构是怎么样？它巴拉告就是最底层，他们用那个竹子，就是要打通那个每一节的地方要打，每一节要打通。然后老师不好意思，是什么竹子？是麻竹吗？是比较大的那一种吗？对，是麻竹。对，是麻竹。然后在中层的地方就用树枝。OK。树枝，这样子就比较小一点的鱼就可以藏在那里。哦，第二层是比较小的鱼 ，OK， 哦，了解了。那最上层的话就用那个茅草。这些芦苇啊，可以搭在上面，因为虾就可以藏躲在里面。第三层是虾类的。对。就是更小嘛，因为我们在河里面的鱼虾不是很大，都是比较小的。对，它就会比较藏在那个芦苇或是茅草的地方。哇，所以这个巴拉告是不是只有那个泰巴朗跟马泰安那边才有这样的抓鱼的技术？其他地方有吗？听说只有那一个地方才有，然后他们去申请了一个这个世界的智慧财产权。给他过来著作财产权了。所以他那个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是湿地啊？就是说那个只有那边适合用这种方式做捕鱼的动作。其实其他地方也很多湿地呀。他地方没有用这样捕捞，只有马泰安跟那个达巴隆也就用这种方法来捕捞。OK。所以他那个巴拉告，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概念是，为什么他这个词汇会用拉告啊？就是怎么会用垃圾？是当初阿美族人盖房子，就是说我们在法律，就是我们换那个屋顶的时候，那个东西不要的丢到河里，导致说创造一个鱼的栖息的生态，会不会一开始只是不小心，就是发现有这个现象，后来就慢慢才把那个东西当成是我们抓鱼的方式？因为他用拉告这个字是垃圾呢。
对啊，是拉膏，可是拉膏也是一个草的东西啊，可以收集一些草，然后就让它放在水中，那个鱼虾就可以栖息在那里面，并不一定是垃圾，而是一个拉膏是一个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因为我们以前真的没有垃圾的概念了，因为以前哪里有什么塑胶袋那些，以前的充其量就是烂掉的木头啊，不要的茅草啊，那些都是属于大自然的嘛。会不会就是把它丢到河里，然后不小心创造一个鱼的栖息的环境，就变成现在的巴拉告啊？其实我一直在说明说，拉膏就是很多草放在那里，对不对？那就并不是拉膏，并不是垃圾，是我一些草，草一堆放在那里。那个蚁，就像你说刚刚蚁为什么藏在哪里？就在河边的遮蔽物，类似那样子的，那就把这些草弄成一捆一捆放在那里，那个蚁就可以藏躲在那里。那以前我跟我的阿公都大概每个礼拜或是2个礼拜就去抓，就很多蚁。我懂了。自己有自己的场域，就是自己把拉告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去拿别人把拉告的地方去抓蚁，我们有自己的一块水域。我了解。所以那个米粒老师，你小时候就有参与这个巴拉告的一个捕鱼的活动？对。OK， 那这样子就了解。所以我们遮蔽物的地方也可以用米扎皮外，可以用米达福棍，也可以用巴拉告，用这3种方式去抓鱼嘛。OK， 好，那了解了。好，我们来看第7点哦。我们来看水的温度对那个什么抓鱼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水温啊，对，我发现就是说水温热的时候，那个鱼就会浮出水面上，可以看到很清楚。你是说水本身的温度升高的时候，鱼会比较露出来，是不是？天气热可能也会影响水温啊，所以那个鱼都会愿意，就会浮，就差不多会浮在水面，不是浮起来，不是死掉的浮，就是在水表面了，不是就是可以就是在水中可以看到那个鱼这样子，就是比较不会在深处这样抢夺这样子。我懂你的意思。所以老师，你这个是你亲身的那个观察的经验吗？就是说，你发现如果天气热，水温会相对比较高嘛，鱼就比较容易在水面做活动。对。所以你的逻辑是说，水温高的时候，鱼比较好抓咯，那这样子的道理。当然，可以看到他们的栖息地在哪里。然后就开始撒网去，这样子。我了解。所以这个通常应该是用那个八卦网去抓嘛，没有错嘛。对，或是斩鲃外也可以啊，就是对，在水浅的地方也可以用斩鲃外。水浅的地方它也会浮出来。对。是不是签了吗？可是老师这个好像有违反我们的一个认知，因为如果你外面天气热啊，你反而比较想要去深水的地方比较凉，不是吗？可是你为了渔获量的话，当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说的。你看到鱼为什么不那时候就赶快撒网？你为了让身体凉快，还是要抓鱼？看看你的目的地是什么？要身体凉快。对，因为我现在因为我刚刚一直在理解老师你的话，因为如果天气热那个鱼露出水，鱼如果靠近那个水面，其实水面的温度会比较高呢，它其实反而会比较烫呢，那个水啊，不是吗？没有呢，那波并不是因为有地热，它不会在水底。所以那个松林大哥，你再解释清楚。所以如果天气热的时候，它的那个什么河底的地热反而会温度更高，是不是？对，应该会。对。
所以它反而不想要在比较深的地方，它会浮到比较水面的部分，是不是？对，所以说冬天的时候，浮丁有没有会比较沉到水底里面？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冬天的话，鱼反而会到比较水底，对，因为水底比较有地热啊。哦，哇，这个只有靠海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我懂了，那个米粒老师你讲的应该都正确，你知道吗？因为如果照松林大哥讲的如果温度高的话会产生地热，然后其实你在靠近那个土壤，就是那个水底的时候，反而温度会更高，所以他宁可会靠近水的表面。对，哇，这是自然界，太厉害。读自然科的，太厉害。但是我们的老人家应该没有那个自然科学，他是经验法则了。他知道可能天气热的时候要出来抓鱼的原因就是这样。应该是就是自然法则了。对，经验法则这样子。好，还有没有水温高？还有没有对那个我们的那个抓鱼有特别的效果？有吗？那个松林大哥有没有要补充的？水温的部分是不是？如果没有的，你看看还有没有？还是这样就差不多了。我对这个水温这个很难客气。我只知道说，冬天的时候，浮丁比较喜欢往水底了。对你讲没错，有地热了。对了，没有对，错，有地热，他们就会躲在水底。我的呆的时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8点就是那个水域的特征我上次 po 的那个，看一下它的描述是写什么，会比较容易理解。你的意思说水域的特征会有弯曲的地方，或是深潭的地方？对，浅滩或者是河流交汇处。对，我觉得应该是河流交汇的地方会比较多一点。OK， 我了解你的意思。我们把这个复制过来因为这个真的我那个长期在部落生活的人，应该才会去观察这个自然现象啊。那我们是那个真的都没有那个，贴太多了。这个有没有复原的？我看一下。好，那大概那米粒老师，你说明一下我来整理一下这个版面，你说明一下那个它的水域的特征那这些东西，我们那个在捕鱼的时候，会以哪一些条件作为捕鱼的最佳的那个，就是它的最佳条件呢？就是刚你讲深潭、浅滩、河流交汇处或弯曲处。地方，这是我以前看到的文章。他的意思说，在河流跟海水交汇的地方，最多鱼的种类或是鱼的量，在那个地方会最多，因为那边有不同的生物，可以让它去觅食，所以他们觅食了，就多那个浮游生物，让那个大鱼去觅食了。对，我了解在深潭大概可能会觉得说鱼最大的鱼当然会在深潭，因为小的鱼很少在深潭的地方，很像小的鱼都浮在那些就是有植物植被的地方，或是有一些水比较浅的地方，鱼才会在那里因为小鱼都会浮在水的比较浅的地方。所以老师，你的结论就是说，
其实我们要阿美族在抓鱼的时候，以上那几点哦，就是大部分的条件是比较浅的地方，是不是？对对，我懂了，我懂了。所以越浅的地方对因为阿美族人，我们那么好的一个捕捞的一个工具吧，对，没有办法去深潭的地方，除非深潭就是你要用你的八卦网是不是有够长，你的尺度是多长这样子。我懂了。因为以前的八卦网没有那么做的那么好，不会像现在的八卦网都用机器制作，都可以多说。哎，你要买几尺的几尺，可能以前就18尺呢，还有18尺哦，那有啦，要很有体力的男人才可以做。哎，18尺，把它发一遍都给他。哎，那米粒老师，我想询问一下哈，你们对于很浅的地方有没有阿美族语的描述啊？浅的地方，阿美族的对鱼的描述怎么描述啊？不是，就是说那个水域的特征，它比较浅，我们会怎么去描述？说比较浅的地方要怎么讲？蛮难的，比较浅的水。邦达呀，然后假如形容这个人很肤浅，也叫邦达。对。对，就半瓶水一样，邦达，不是富邦达，邦达。OK， 这是浅的地方哦。对，加一个副组就变成那个哦。老师也可不可以再长一点？邦达是浅嘛？有没有再把它变成词组多一点描述？我也找到妈妈，他说再怎么去，有什么好可以形容的？讲这个邦达什么东西？邦达给那达拉瓦道，邦达给那弄这样子，邦达给那阿罗，邦达给那萨瓦。我懂了，就直接说，就是说，这个这个河流很浅，就是直接这样讲而已嘛。是。OK， 那我懂了，这只是说，等下没有特名词，这样只是一个形容这个地方是怎么样。OK， 那这样我懂了。好了，现在8点22分了，也没有那么难了。米粒老师，其实你就你们所了解的，因为这个地方说真的已经有点深了哦。那反正你们不了解的地方，就找啦啦队罗松林大哥来帮你们讲。是，对，好 ，OK， 那我们谢谢松林大哥的补充哦。好，谢谢我们现在8点23分，我们休息到8点20开始讲。看不到。联慧老师，联慧老师有听到吗？我听不到声音。声音在那边。啊，有了吗？美慧老师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啊。还是把蓝牙关掉了，不要。有。对啊，你们原来的啦，那个蓝牙你们测好再用啦，不要在这个时候测了哈。OK 的话再用没关系，我们就用原来的方式就好了。好，可以。OK， 好，那个美慧老师，那你就你要从哪一个季节开始讲？夏天的，我们看一下，有补充几个菜的名称。好，第几个？有看到吗？上次在九力那边，九力这边讲过了哈。节瓜是不是？对。OK， 好。它也可以称为小黄瓜。OK， 好。好，老师，那你继续往下讲哦。这个是夏天的植物嘛？对。下一个
下一个菜的名称是合基努鲁浪，就是构树柔老师，我果，记得那个乳浪的拼法是不是 R？也可以了，也可以了，也可以乳浪。OK， 好。对，乳浪，我查过了，乳浪它也可以说乳浪这样。也可以，有，我看到了，有哎 R 的也可以嘛，L 的也可以。OK， 好。两个都可以写。 OK。那我说构树手果就是那个合基努鲁浪可以吗？那个哪高情绪？好，你还记得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个红色的东西，我们哎，花，有两种，有嘿，毛毛虫，哎，对啊，那个美惠老师，我记得我们好像吃的不是很近的，是不是它的花含呐？有的是它有那个那个母的就是那个红色的嘛，雌的乳酪就是那个，在下面有写，在底下我有分开，因为那个是，乳酪的什么？我看一下，我忘了，我没有带到纸本。上面哪一个季节？现在是在啊。你现在那个合基努乳酪是夏季嘛？那你说有它别的部位也是同一个季节吗？它的那个须须那个好像不是在夏天，我在写在我问一下，我想说那个须须是什么东西？就是菜呀，可以当做菜那个。对，它的名称叫什么？它是果子还是它是花蕊？那你看什么讲？李威一字，李威怎么拼？啊，他在哪？他说李威，L I 吗？李威，W I D 吗？李威。李威没有这个字呢。哦，这个 李威后面李威 WID 李威 Y。对，好像没有关系啊。它中文是什么意思？毛毛虫。它有呢，好像是什么？我这有没有看到？帮我看一下那个电子档案。我们你说哦，你说我们对，因为它现在放大，我都找不到了。那个翠云老师，我问一下，李威努乳酪是夏天的吗？没有，它在5月，这个时候还有，但是不多，到6月完全没有了。所以它是春天的，是不是？对。OK， 我把它贴到春天。所以到春天，它的中文叫做构树的毛毛虫哦，要这样翻哦。它好像是写，因为它长出来长出来就是一条，然后它那是公的，红色是母的。哦，圆的2种花，对，所以它有2种花。一下，所以毛毛虫是公的，是不是？对。改明你往上滑一下，3、4月这个构树雄花穗，就是他讲的李威。哦 ，OK， 那我懂了，原来这个要这样子，在这个地方嘛，这样就对了哈。是哈。李威乳酪就是构树雄花穗嘛，对不对？对。OK， 哦，好，刚刚好对到这个字哦，刚刚好你们有提到。对，李威托尼，李威乳酪他那个，对哈。OK， 好，那老师你继续那个合基努乳酪，你再说明一下。我讲的是构筑的熟果，就是它可以吃吗？可以啊，就当水果吃啊。是水果。OK，对，就是它是圆的、甜的。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果实。哦，了解。对。好，那再往下。丝瓜如蜜。老师，我问你，丝瓜是外来种还是我们阿美族早期就在吃的东西？我生出来就在吃了啦。老师，你也没有很老吧？
打死我呢！老师，我说前面没有那个丝瓜看起来好像小时候第一个吃的就是丝瓜，吃长大的我丝瓜乳泥有吃过吗？都菜瓜布了。小时候就吃了，然后他那个老的哈来不及吃哈，它就变成菜瓜布了。对对对，没有老师，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我们早期的野菜的其中一种吗？还是后来的？那个不算野菜呢，那个也是用种的呢。对呀，外来种哦，不是应该野不是我们传统的野菜吧？我的印象是这样子。不是，有可能是日本哦。所以我们如果放在这个位置，是不是不恰当？因为这个算阿美族的四季的野菜。哦，对，那个不恰当哈，那就不用吗？那不算野菜哈。不算。乳粒是种植的，应该不算野菜。哦，种植的不算哈，是不是？松林老师，外来种还能乳粒。Mi palumaan tu mi palumaan kuranan. Pataker hai palumahau. Nyataan kuno ke jalan dah lah. Nu ngai ngai ai kateng sakaku. Ai palumaan. Palumaan nu ngai ngai. Kau hani maulah ku ngai ngai ni paluma turuni ah. 哎呀，对，这个应该是，不然就是汉人的农作物，我们可能对汉人的外来种。对，所以我们要删掉它吗？好啊，好，那个丝瓜、冬瓜也都是外来种啦。对啊，这个如果不是阿美族的传统野菜，我们就不要列进去，没有关系。好，那个梗闹应该有啦，哎呀，我都有了，梗闹。老师，你讲一下那个梗闹，它主要的那个什么配料，也可以都产，也可以洗蛮大，可以生吃。它这个梗闹就是我们讲的原住民的葱，是不是？对呀。韭韭菜是菇菜，梗闹就是呀，那呀，mata梗闹就是我们常吃的梗闹啊。韭菜还那么，我们讲梗闹啊，统称啦，统称梗闹啦。但是它是要怎样的梗闹？它梗闹有的叶子是扁的，那叫韭菜梗闹。扁的叶子那也是叫梗闹，但是我nu bansa soal kami mirit-ritan kenau rarit-ritan kenau 用割的然后割完了以后它还会再重新发芽，重新再长。rarit-ritan kenau 那个叫韭菜，韭菜菇菜我们台湾都不拉说。哦，怪不得我们都说什么割韭菜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我们的话都是形容词比较多，但他就用 mirit-ritan tarit-ritan kenau hanta，他就这样讲的话，老人都听得懂了。对，你讲菇菜还有我们台湾都不拉，nu pera，菇菜。OK， 所以这个梗闹是统称啦，很多种梗闹，像比如说是有那个蒜白也是叫梗闹啊，有没有？蒜白，然后还有那个阿美族的那个梗闹，它红葱啊，再来就一般葱梗闹，还有那个马萨多多嗨，那个就是葱。对，那个葱有没有？我们要讲嘛，沙多多嗨梗闹，看管子，对，我懂翠老师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前面要加一个形容词，你才会知道他讲的梗闹是哪一种，就对了。哪一种的？对，品种对。所以梗闹本身是统称嘛，统称梗闹。那这样所以我们阿美族的有各种的梗闹嘛，你要加一个形容词，人家才知道是什么的梗闹就对了。是。对。
好，那我们继续那个，请那个美惠老师继续哈。那个韭菜，我们刚刚说 rariten 啊 genau rariten 还要形容，要割的 genau 就是要加 rariten rit 就是割嘛 rit r i t rit 拉力它没有那个哦，它没有那个拉力地震对 L， 就是要没有割的genau。我试试看那个 R 的看看，应该有啦。rit 嘛，对不对？割草，对不对？这个哦。拉还有一个加一个 ra 拉。哦，那割的genau就是那个扁的，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股摘，要收割的嘛。哎，要收割的genau就是哎。OK， 就是韭菜。韭菜怎么感觉像台语菇仔哦？菇仔啊，我就用菇仔来形容。其实他们说要用 rariten a genau 就是韭菜。哦。要用割的 genau 才是要用割的。OK， 我懂了。所以就变成我们的菇菜，这个怎么讲？老师，你念一遍这个韭菜阿美族怎么念？菇仔哦。菇仔。哦，菇仔，所以菇仔就等于rariten a genau 是吗？好。所以我们的genau就是它可能要对应很多的词汇，前面加个形容词就可以了嘛？对。好，我们先用等号哦，这样比较好记。好，老师继续。老师，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专有名词就叫韭菜啊？那一定要用rariten a genau，会不会太长？搞不清楚啊？会不会？对呀，用描述的会更清楚。谁知道韭菜的名称？直接我们叫林娜。林娜。找不出来，找不到。有林娜。不是林娜，林娜。林娜，林娜是移动。他说林娜 ，Lina 吗？没有 H， 没有 H， 没有 H， 没有 H。哦，好。林娜。林娜。我刚刚找了。Y 号没有。有林娜也没有。看看。也没有，那个叫读报。林娜，这样。林娜去印证没有？我爱过马蒂那个呢吴明义教授的里面看有没有 ？OK， 没关系。应该有的地方语言有啦。对，我们从小就听到股灾这样，就但是先来rariten a genau。对，这样子的话，这样一般大人都听得懂。他们是说从以前就这样讲。OK， 没关系，我们先给他注明。林娜打进去这样。对。至少有听到这个说法。有，那个他们那边是林娜。对，他们白沙岸的说是林娜。OK。那白沙岸的人如果讲rariten a genau也听得懂吗？我们直接讲genau呢，你那个白沙岸的，它有一个空心跟扁的，我们都叫genau啊。可是你们讲那个扁的，对不对？所以叫什么？rariten a genau。可是我们没有讲那么多，知道genau啊，都genau。因为在菜园种的都很多genau，品种太多，必须要特别的分开讲。对，没有错。其实那个扁扁的，我们如果用中文讲，那个不是葱，那个是大蒜，那个是蒜，扁扁的。那个叫蒜白。对。蒜白，所以啊，我们我要去买genau啊，你要买什么genau？那个时候就要形容了啊。对，没有错，就是这样子讲嘛，对。OK。好了，这个阿美族的描述比中文还复杂。好，我们下一个小白笋，这个小白笋感觉就不是我们的野菜。不是我们的。好，不是就删掉。那个是外来的借的种子哈。好，
我们都是兰姆椒。茄子有啦，哪树？哪树？哪树是不是？哪吼？哪树？有。我们讲哪树或者是给油。这是日语呢。哪树是日语哦。对，给油也是日语呢。哦，也是两个都。两个都是。他们都是日语，会不会他们也是外来种啊？应该是哦，他们两个都是日文。我们以前有吗？哈，小时候就有哪树了嘛，就有了。山也是阿密斯的菜，我们的是比较短的那种的哈。是好像是那个闽南语耶 ，gyo。有啊，对了，闽南台语的闽南语介词有啊。有啊，对了，所以一个是日文，一个是闽南语，这个感觉好像那个海浪的菜。翠云老师，你那边听以前我们那个茄子有我们自己阿美族的那个说法吗？还是这个是我们后来才吃的？哪树？日文都是就这两种啊，比如跟那个哪树啊。对，这两个都一样，比如跟哪树。这两个都是我们以前地方语言啊。我们的野菜吗？还是说这个是外来后来才吃的？也是那个是后来的，不是原生种哦，它也是外来种。应该不是，不然怎么没有我们阿美族自己的说法？这一个是日文，一个是闽南语嘛？对呀，那我要找我的阿嬷了。对，这个应该要删掉吗？还是保留？他生我的时候，我懂吃，我就吃过了。所以那可能是外来种，对，像原生种。那就暂时。老师，我们要不要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它本身没有阿美族词汇的话，我们就把它界定是后来才吃的，是外来种，这样可以吗？可以啊。这样比较有标准呢，好不好？对，好。那把它删掉了哈。好，下一个小辣椒。我们讲那个小小的辣椒叫阿德基外。阿德基外哈。我发现我们阿美族的辣椒很多种讲法呢。什么？来嫩哦，来嫩嘛。阿达基外，有的人说阿达基外，阿达基外多好。因为这次传出去就不一样了，就阿达基。他们没有爱呢，阿德基哈。阿德基。小辣椒特别辣，小小的那个。阿德基。还有零九，还有零九，阿德基，哇，那么多，全部给他写。零九，好，老师，我们看第二个字零九，有人这个是哪一个部落的说法？马兰。马兰哦 ，OK， 也是小的吗？哈，啊，对，他是，对。很辣的一样，我们是阿德九，他们是零九，两个是零九。OK， 还有没有？还有吗？还有吗？拉伊lâm，拉伊lâm，啥？有火水吗？拉伊lâm。L 还是 R？ L。拉伊lâm没有呢。来伊lâm，来伊lâm，我爱好，我爱，我了。刚刚有听到一个sam 是不是？sam 有啊，我们sam 是统称辣椒、青椒，统称是不是？我们讲sam应该不是指小辣椒，是不是吗？它就是统称。统称。OK， 所以应该不是辣椒叫sam，大小都是sam，统称啥？sam。有那个
美惠老师，我们这边传判就不能归在这边，因为传判不是专指小辣椒嘛，没错哦。在哪里？我的意思是说，散判不能放在这边哦，因为我这边是指小辣椒嘛，对，它只能@9跟09。OK。09，所以没有了吗？维都还有吗？你们的那个没有？刚刚有。哪边的话？恒春。恒春的。哎，真的有呢。刚刚有啊，有呢。那个小白老师，我跟你确认一下，你们指的是小辣椒还是统称的辣椒？那是很辣的意思的，很辣的意思的。硬柚，我看一下那个硬柚是蛔虫呢。他说吃了辣椒屁股会痒痒。哦，因为是小辣椒的，小白老师说是跟那个@9一样的，意思是小辣椒。所以小白老师确认这个字是指小辣椒哦，不是指一般的辣椒哦。小的哈，好，对，他说是。滋味的。OK。滋味的。刚刚因为老人家说的是小辣椒。对，所以硬柚是蛔虫哎，所以是吃了辣椒屁股会痒痒的意思嘛，就是指蛔虫的意思。对哈。什么那个下面那个嘎扎迪亚朝天椒。真的吗？嘎吉巴是哦。那个朝天椒，我小时候都听到说嘎扎要用蓝好了。阿提亚，他说蓝哦。阿提亚，他们说阿提亚不能用。我知道是嘎扎哎。OK。朝天椒，对哈。老师，你解释一下那个嘎扎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朝天，他就抬头没。抬头的意思哦。对。你查一下嘛，查就好了。杂就是仰朝天。等一下，所以就有名字叫朝天椒。我知道。它这个是所以朝天椒应该不是阿美族的吧？它怎么用中文直接翻？它要区别它的名称啊，因为辣椒有剥皮辣椒，有那个朝天最辣的那个嘛，它还有那个@9啊，所以它要分的话，它只能形容朝天的辣椒。朝天椒。所以我的问题是说，所以我们很早以前也就有在吃朝天椒，只是后来中文说它叫朝天椒，我们就用中文的意思去描述，是不是？可能是中文描述我们的杂吧。中文怎么可能描述我们的？他们不会讲阿美语啦。对，马杂呀，老人家就形容它朝天，所以那个中文形容它是朝天。对不是，如果汉人会讲阿美语就算，他们不会讲，他们不知道杂是抬头的意思啊。真的是自成一派。那就老人家这样讲，我就这样说。OK， 因为他分类那个辣椒，叫我去菜园拿。我们拿蓝还是蓝，哎，我们是嘛杂讲个杂讲。我就知道要采那个朝天椒啊。如果的时候，我就采呀。OK， 小辣椒。所以没关系，我们有共识就好。这个是阿美族传统的辣椒，不是外来品种嘛，对不对？对。
对他们都吃过。OK， 没关系，我们不是的，大家都说有这个炒天椒，这个辣椒了。OK， 没关系，反正那个我们有词汇可以描述就有了。好，下一个剥皮辣椒，这个是嘎隆公爱啊，lam 就是剥皮辣椒，因为吃了以后那个肚子会那个会痛会胀气，所以他们都说嘎隆公爱，就是吃那个辣椒一定会肚子会痛，有的人会比较敏感，他们就形容说嘎隆公爱啊lam，就是剥皮辣椒，就是长长那个绿色的。有，那个很好吃，为什么吃了肚子会痛痛的？有的人会，他吃了以后肚子胃就痛，一直咕隆咕隆咕隆，所以他们就形容说嘎隆咕隆啊。咕隆咕隆的声音，它就是变成咕隆咕隆的超咕隆咕隆的青椒。它这个青椒很奇怪，青椒不是我们吃的那个配烤肉的那个吗？是这样吗？不是哦，还是绿色的就叫青椒。哦，那个叫青椒。哦，那个对，青椒就是那个剥皮辣椒。对，所以我们那个吃的剥皮辣椒，它的原型就是青椒，是不是？对。OK。然后吃的时候，我们肚子会产生那个胃绞动，会有那个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嘎隆贡的声音嘛，就叫嘎隆贡。哦，原来是这个逻辑。OK。有的人会这样哦，会跑厕所，马上很敏感。OK。那老师，我问一下，因为我们吃那个剥皮辣椒一点都不觉得辣，它本身会辣吗？本身有很辣呢，不辣是它没有的不辣，有的很辣，特别辣，大中小辣。哦，所以它也是可能我们吃到的都是已经不辣的了。对。OK。越老越辣啊。越老越辣。OK。哦，对，我讲过一个观念，就是刚刚翠云老师说，所以辣椒是越老越辣，是不是？对。OK， 原来是这样，它不是就是说颜色越鲜艳越辣，不是，是越老越辣，是不是？所以老人家都可以等到他很老了才摘，这样要更辣。了解。好，那我们下一个芋头。9点了。我把它讲完，最后2个讲完就结束。好，最后2个打粒芋头。芋头打粒，这个是我们的菜，打粒。对，老师，可是你给他标8到10月，8到10月好像已经那个嘞。他那个吴雪月的书那边他是这样写，我就注明一下啦。其实是夏天的哈，8月很热的时候就有打粒这个季节。所以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是跨夏天跟秋天的植物，这样讲对不对？可以啊，因为你有9月跟10月啊。对。好。OK， 好。在那个金针是金鸡样，是不是有少一个 Y？ 金针外来的，外来了。金针是外来。对啦，应该是外来的啦，金针花应该是外来的啦。对了，金针。对了，应该是外来的。外来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哦，谢谢各位来说一下结论，就结束今天的线上会议。好，jadi saya kita ini hao. Pancal ko ni Thailand dan ini cik put silah cik kun makan dan ini sa jalan minta tatayaan hao. Ngarai kami tu kalaluk namo taini masapu kita malaicai. Sakano cilai alipai macu aku suani kami hao. Tinggilah aku waktu saya matu suani terus ya keripai puyung我是的关呢。老师，就是我们那个7月再见面，7月。下个礼拜22号不用啊？不用了，7月才第一次见面。Kai. Sana mati itu nama hawa. Harkan anjela usari kurai itu anjela alipai na sa ari. Ibu itu kita na sila tutu sa apa foto yang kami sama sasing tu kita ri.
Raan hato ko rama papising at ni paaraw ta puta. Saka ano tiya li pari. Ati mo ato ko futi. Salamatan ko futi. How? Bapana ko Ay, bisa. mama. Sunda wag kaya tingin.